都干什么呢？不是要你们自习吗？魏少妇在的时候，你们也是这样自习的吗？交出来，快点！哎呀，班女副都发话了，都给我坐好。快，都坐好，都坐好，快！都给我坐直了，歪歪斜斜的像什么样子？班女副初来乍到，有所不知，我们公学的规矩向来就是这样的。夫子讲得好，我们做得正；夫子讲得烂，我们想怎么做就怎么做。如果班女副不服气的话，那就讲两段给我们听一听。对啊，讲两段啊！好啊，讲就讲。蛇，有蛇！怎么样？你不是很牛吗？怕了吗？谁说我怕了？怎么样，好玩吗？以后还敢不敢了？都给我记住了，以后这种小把戏不要再让我看到。女副我玩这种东西的时候，你们都还没出生呢。按说你们都是公学的子弟，个个都应该是聪明绝顶，怎么一做起事来就那么不上道啊？你们觉得太后娘娘会派一个连蛇都怕的女人来掌管公学吗？魏少妇是我的师兄，他能把你们管得服服帖帖的，你们觉得我就会比他差吗？这还差不多。今天是我们大家第一次见面，索性我就把话说清楚了。你们给我说说，为什么前恭后居，当着邓大将军的面就对我恭恭敬敬，可一转头就弄这些没出息的把戏啊？不说是吗？你说。其实，这都是公学的老规矩了。新来的师傅都要吃一剂下马威，不信你问梁博士。他们有辱斯文呐！哼，那就是恶习难改喽。我看这毛病不治是不行啊。女副，还有，其实今天的事都是他指使我干的。他说你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大坏人，毒害了他们全家，硬要我们好好整整你，帮他出气。我毒害了你们全家？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寇风，我姐姐就是寇兰芝，都怪你这个恶婆娘！要不是你，我姐姐怎么可能会被退婚？怎么可能一个人孤零零的回到老家去？你强人夫君，恶毒下贱！你这个纵火犯，你这个伪君子，伪女人！骂完了，高兴了吧？寇风，你给我听好了，我和你姐姐有任何私怨，让她尽管来找我算账。你一个大老爷们掺和进来，有意思吗？你们都给我记住了，太后娘娘下旨，要公学所有年满16岁以上的弟子全都参加太学入学考试，而我班叔就是太后娘娘委派下来督促你们的人。所以从今天开始，你们必须对我和对所有的夫子都恭恭敬敬。记住，这不是商量，这是命令。别以为你们是什么郡王的世子、太尉的公子，我就不敢教训你们了。我一脚踢飞的木头能烧了大半个南宫，你们这几个小孩子算个什么？都给我站起来，排成2排，去院子里给我跑步去。跑步？什么规矩啊？去吧，听说过。走，别怕他呀，跑就跑。
清元钟馗，朝露待日晞，阳春布德泽，万物再快一点！内学堂的女生们都比你们跑得快。敦煌花叶催，百川东到海。班女妇真乃神人也啊！就连魏少妇在的时候，这帮孩子都没有这么听话过。这帮熊孩子，不洒点狗血，他们就不知道什么叫厉害。柯峰，不如算了吧，他确实有点不好惹。呸！你们怕了，我不怕。被欺负的是我的姐姐，我一定会替我姐姐报仇的。咱们先别管他们了，梁博士，你还是给我讲一讲，咱们工学里面一般都是怎么备考的呀？好的，请。他们居然拿条蛇来吓我，他们不知道我和阿国、阿芝、阿勇7、8岁的那会儿，就天天跟着外面来的匠人去玩蛇呢。那他们又是谁啊？哦，他们都是草原上的大英雄，虽然每次赛马都赛不过我，可是啊，都对我挺好的。要不是他们一起凑钱让我来中原找爹，我根本就来不了京城，更别说进宫了。那这些人就是你的好兄弟喽？对啊，就跟你跟霍恒是一样的。那你们那帮好兄弟在一起的时候，会不会这样？会啊。那你们一起出去打猎的时候，会不会睡同一个帐篷？挤到一块才暖和啊。哦，那你们在一块的时候，会不会这样啊？当然不会了。傻姑娘，你现在是有主的人了，就要学着注意一点。好兄弟也罢，好哥们儿也好，都要保持适当的距离。可是他们和别人不一样啊，他们从小就和我。他们和别人不一样？他们和别人一样，但我真的只拿他们当大哥的。那邓志还不是妹子妹子的这么叫你？听说他还替你放狠话，你以为这些事情你不说，我就不知道啊？但我真的不喜欢他，这个你是知道的呀。那也不行。虽然我平常不太爱说话，可我也是个男人，明白吗？你这个人怎么这样？怎样？以前跟你不熟的时候，跟你说话都要提心吊胆的，可现在动不动就说那些让人脸红心跳的话。你是脸红了，还是心跳了？坏人，不理你了。阿叔，阿叔，阿叔，哎呦，怎么了？是不是伤口又疼了啊？你，霍恒他说的对，这天下只有苦肉计和美男计对你最管用。阿叔，你也不想一想，我要是一生下来就这么冷冰冰的，怎么会和霍恒这种嬉皮笑脸的人做好兄弟呢？其实我以前的性子和他也差不多，只不过……好啦，不管你什么性子，我都喜欢。那天和邓志打架，他有一句话说得很对，我不能因为以前的缘故就不珍惜你。阿叔，你以后可以不用那么争强好胜，有什么事情让我来就好。今天你在宫学大发神威，我很高兴，可是也心痛。要是有我在，那帮小子肯定不敢这样。可是我也不能事事都靠你啊，毕竟我还是太后娘娘钦点的女妇呢。班女妇，女妇，昨天是弟子无礼，回家以后，长辈已经教训过弟子了。师者为父，弟子不应该以私愿望尊师，请您看在弟子年幼的份上，饶过弟子这一回。好了好了，我们也算不打不相识了。以后你们啊，只要能够好好读书，我这个做女妇的也就算心满意足了。多谢班女妇，弟子以后一定勤勉不辍，为宫学争光。
快起来吧。请。女父，你是在哪学的这手武艺的呀？那么俊，什么时候也能教我们一把？哎，你懂什么呀？班女父是班超班定远的掌上明珠，肯定是家学渊源了。也不知道班定远和当年的魏大将军、冠军侯霍去病相比，到底谁更厉害啊？那肯定是魏大将军叔侄啊，他们远征大漠，封狼居胥，那才叫有本事呢。是吗？嗯。说起来，我们公学里头还藏着一把当年冠军侯用过的宝弓呢，弓梁上还刻着2个字，叫镇远。真的？在哪儿啊？就在前面，明德堂，我带你去看看。好，走。哇，天哪！这就是霍去病用过的宝弓啊！对，真不错。你看这弓梁，多漂亮啊！这宝弓当然不是凡物了，营造司的人年年都过来维护，昨天还上过漆呢。宫里的人都说，除了霍去病，这100多年来，没有人能拿得起这把重弓，更别说开弓射箭了。谁说的？哪有箭靶？让我来试试。外面就有。这能难得了我吗？真是不错，班女父果然是箭无虚发，只是不知道你能不能左右开弓啊？当然没问题了。这怎么回事？是不是昨天刚刷过漆的原因啊？来人，拿水过来。来了，水来了。太过分了！你以为你自己很厉害吗？怎么样，不服气？不服气就来追我呀！来追啊，追啊！今天不给你点教训，你不知道班女父的厉害。还招不招他？我昨天说的话你都当耳旁风了啊！救命！本女父在这儿，看谁敢救你！我要杀了你！哎，这到底怎么了？谁来救你？哎呀，班女父啊，班女父！哎呀，让你调皮！班女父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他可是皇上！这是皇上。是啊，你胆大包天，竟敢伤害皇上龙体，你罪在不赦。白说，你罪在不赦，朕今天要杀了你！哎呦，给我起来！走！救命啊！你放开朕！过来！跪下！包承轩尼贡，先帝爷、世祖爷，臣女愧对你们的嘱托，请你们降罪于臣女吧。天打雷劈也好，五雷轰顶也好，臣女都认了。臣女有罪，罪在身为帝王之师，却无能失职，不能教皇上白龙鱼府有失体统之礼；罪在身为师尊，却对学生有失管教，竟然让如此低贱的黑狗血玷污了前代英雄的传世宝弓。先帝爷、冠军侯，臣女对不起你们。不过，臣女受太后之命，为宫学的女妇，就必须有身为天子之师的觉悟。所以，即便冒着犯上的罪名，臣女也必须狠揍皇上。因为古人有云：“玉不琢不成器。”要教训皇上，
是皇命所托，天命所归。胡说八道！这么说，你打这还有理了？哼，当然有理了。周公当日辅佐成王，成王不珍惜饭食，周公就罚他长跪于宗庙。而今皇上你行事不当，臣女当然要罚你了。《吕氏春秋》里说得好，古之圣王，未有不尊师者也。而您呢，头一回见到我这个女妇，就伙同其他的同学大家作弄，还把我搞成这个样子。你扪心自问，你这叫圣明，这叫贤王吗？还有你们，虽然没有到出世的年龄，难道就不知道率土之滨，莫非王臣吗？天子不贤，你们这些做臣子的，非但不加以劝谏，还跟着火上加油，简直丢光了你们祖父父亲的脸。这是霍去病留下来的宝弓，本来当是国之重器，你们怎么能够轻易的拿它整人呢？如果冠军侯尚在世间，早就被你们给气死了。皇上，你说这件事你错了没有？这没错，这是天子，这做什么都是对的，不就是一把破弓吗？朕的寝宫里要多少把有多少把。你说它是一把破弓，你再给我说一次。说就说，朕还怕了你啊？废弓、烂弓、破弓，走啊！哎呦，这是如何是好？报官朕！哎呀，班女妇，班女妇！班叔，你放开皇上！班女妇，请您看好了，这是咱们大汉的锦绣河山，万里疆域。可要是没有臣女手上这把破弓，您现在未必能够好好的站在这里。离这500里就是甘泉宫，当年赵信叛国，带着叛军围住了甘泉宫。要不是卫青和霍去病连夜驰援，你说武帝爷会怎么样？500里有多远？快马加鞭，不过就是1晚上的事情。皇上，要是没有这把破弓，你清早在寝宫里还没有睡醒呢，流口的刀就架到你脖子上来了。放开朕，朕明白了。皇上，你不明白，你们这帮小子根本就不明白，你们这帮养尊处优、不思进取的笨蛋，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有多蠢。你们为什么能在这相安无事，吃香的喝辣的，还这么折腾人？都是因为我大汉有成千上万的精兵，在漠北，在寒风四起的漠北，为你们浴血奋战。武帝爷当年开疆拓土，击退流寇，集中兵权，大兴水利，增强国力，那是何等的威风，何等的霸气！可到了你们这一代呢，一个个好逸恶劳，骄奢成性，不但不思进取，还心胸狭窄，毫无尊师重道之德，重信守诺之意。你们自己说，除了会躺在祖辈的功劳簿上作威作福，你们还会做什么？你胡说！我们帮口风是因为我们讲义气。对，我们没有好逸恶劳，不思进取。你们还没好逸恶劳，不思进取？太后娘娘为什么派我到宫学来？就是因为你们太不争气，丢尽了她的脸。堂堂宫学，请了全大汉最好的傅哲来教你们学问，可今年的太学入学选试报名却只有2名弟子，还不如那些吃糠咽菜的寒门弟子。你们丢不丢人？太后娘娘明明下了旨，要今年所有年满16岁的学生都参加入学选试，眼看就剩1个月的时间了。可你们呢？自打我进宫学以来，你们有谁自觉温过书？哼，我们要问什么书？这太学入学选试又没什么意思。再说了，我们也不是穷学生，要靠努力用功才能做官。对，朕以后封你们官职就是了，干嘛要读书？干嘛要读书？没错，皇上，全天下的官职你可以想封就封，可学问呢？武功呢？是不是你随便封个大司徒，他就能帮你治理好朝政？你随便封个大将军，他就能帮你战无不胜啊？看见你们这么不知天高地厚，我心里比扎了1000根针还疼。可怜我班家父兄2代，为国浴血，万里征战，数10年不得还家。我这个班家的女儿，还要在这儿受你们这帮黄毛小子如此侮辱。不进功臣之后，不明尊师之德，愧为宫学的弟子。你们不喜欢读书，我明白，毕竟通天的进道就在那儿。你们还小，好玩的事儿又那么多，容易分心也是情有可原的。可是难道因为恶习已经养成，你们就不想改了吗？你们愿意以后上朝的时候被那些凭真本事受官的太学学生瞧不起吗？你们愿意在战场上手无缚鸡之力，被底下那些官兵们嘲笑吗？好，等太学的入学试结束，我就上书太后娘娘，让她把宫学的入选人数挂在太学门口，让全天下的人都来看咱们的笑话，让你们的祖父父亲丢光了脸，为有你们这样不争气的子孙后代而蒙羞。怎么可能？我们才不会让他们瞧不起。好，那你就给我好好学，用心学，考出一个好名次来，用实力让别人无话可说。
难道你们就不想有朝一日像梁博士这样，像杨太常那样，桃李满天下，弟子占半朝，为皇帝所敬，为天下所敬仰？如果不是的话，就趁早给我出去！我堂堂大汉公学，不欢迎这样的无用之才。弟子知错，请班女父责罚。弟子知错，我以后一定头悬梁锥刺股，好好用功。责罚。请班女父责罚。弟子知错了，弟子知错了，弟子以后一定用功读书。你们这都怎么回事？女父一语惊醒梦中人，弟子错了，弟子向女父道歉。快快起来！知错能改，就是好孩子。大伙儿都起来吧！大伙儿既然知错，那我这个做女父的也一定不计前嫌。我再问你们一声，大伙儿愿不愿意跟着我痛改前非，好好用功，将来做个贤臣名将，光耀千秋？愿意。好，那我问你们，你们有没有信心，在这次太学入学选试上大放异彩，给那些瞧不起我们的人狠狠的一记耳光？有。大风起兮云飞扬，大风起兮云飞扬，归家海内兮归故乡，归家海内兮归故乡，安得猛士兮守四方，安得猛士兮守四方。说得好。参见太后娘娘。平身。谢太后。哀家听闻皇上急召侍卫，要置自己的女父于死罪，这才急着赶过来。没想到居然见到如此盛况，看来哀家得让你奶娘严格要求你了。看到你们这么深明大义，哀家欣慰之极。班女父，哀家真是没有看错你啊！谢太后谬赞。知道哀家为什么让你们到宫学来上学吗？你们都是贤臣良将的后代，是我大汉未来的栋梁之才。以前你们年纪小不懂事也就算了，但是从今天起，哀家希望你们在班女父的教导之下，痛改前非，刻苦用功，希望有朝一日，你们能成为哀家和皇上的肱骨之臣。臣定不负太后所望。谢太后娘娘。俗话说得好，不破则不立。既然大火烧了南宫，那我们宫学也应该有一些新气象才对。从今天开始，宫学与内学堂合并，并称为宫学。班女父为执掌女父，姚娟署理原内学堂，相应事宜。遵旨。阿明。班叔，你过来。哀家早就说过，在我宫学里，只有师徒之分，没有君臣之分。今天哀家赠你这柄尊师鞭，从今往后，我大汉的百姓，有不尊师重道者，上至帝王，下至百姓，皆可鞭之。喂，怎么回事啊？明明是他打了阵，现在倒好像没事了。皇上，别被他迷惑，他是太后娘娘派来的人，能是什么好东西？皇帝，希望你从今天开始，听取班女父的教导，能够刻苦努力，励精图治，早日成为我大汉的贤明君主。朕明白。儿臣谨遵太后教诲。女父，女父，女父，终于回来了！
你的伤好点没有啊？我们都可担心你了。我爹把我关起来，不让我来见你，急死我了。好，我很好，我很好。谢谢你们，你们救我的事儿我都知道了。女父好高兴，女父没有白教你们。女父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听说太后娘娘要把你流放3000里，我们知道以后都哭了好几回呢。是吗？女父，你别走了好不好？我们还要你再教我们读书、打马球呢。我不走，我肯定不走。太后娘娘不是要把内学堂和宫学合并了吗？我以后啊还继续教你们。真的。哎，好了好了，干嘛呢？怎么又哭又笑的？女人嘛，没事都爱又哭又笑的，真漂亮。就是啊，要是把内学堂合并进来，这可是千古未有的大好事啊！对呀。哎，你看那个，那姑娘，那小腰，去你的！那是我妹妹，是你妹妹啊！哼，这帮混小子，一个个看到漂亮姑娘就迷了魂了。哎，皇上，这是太后之计，她在帮着班叔分化我们宫学呢。哼，天天管束着朕，不是训斥就是责骂，现在还帮着外人来欺负朕，还口口声声说想让朕成为一代贤帝，恐怕是他想成为吕后第2吧？皇上，现在宫学可不是咱们的天下了，这种对太后的不敬之言还是少说为妙啊。朕是天下之主，是皇帝，你见过连说句话都得小心翼翼的皇帝吗？太后就当朕是傀儡，是木偶。皇上，无论时事如何，臣都会为皇上马首是瞻。这才是忠臣，朕会好好奖赏你的。好，皇上，臣别无所求，只是请皇上在合适的机会下严惩班叔，替我那可怜的姐姐一雪前耻。这个嘛，以后再说。这个女人太猛，比魏少妇还可怕。这个事情嘛，以后再说，以后再说。哦。哎，师姐，师姐，师姐，我叫你呢。你在叫我？你还认识我呀？出门好几天了，都不来瞧瞧我们，你重色轻友。哎呦，对，师傅重色轻友。师傅你好坏，没声没息的就把魏少妇给抢走了。就是。哎，北乡公主都说了，失火那天她看见魏少妇亲把女妇来着。真的？谁说的？我们在后院，她根本看不到。好啊！原来你们敢炸我，看我怎么教训你们！快跑！站住！小丫头，班主，师妹们年轻不懂事，请你刚才为什么？干什么呀？干什么？谁让你们多管闲事啦？我们几个跟班女妇好的跟姐妹似的，谁跟你们一样，老跟她作对？就是啊，可好了。参见女父。哎，快起来！八爷，多谢你在太后面前仗义直言，救了我。这都是弟子应该做的。师父，你伤好点没啊？现在好多了，没看到我刚才还满地跑呢吗？师父，那你的手还疼吗？有的时候有一点，不过这都是小事，对我们班家人来说根本不算什么。我爹断过2次手，我大哥的胸前也有剑伤呢。对不起，师父，都是我不好，我应该早点醒悟过来，去太后娘娘那儿告发碧玉的，这样你的伤也不会那么重了。好了好了，我真的不怪你，我还要感谢你把我救出来了呢。没事的啊，我知道你和寇女妇关系一向不错，你又不太喜欢我，而且事发的时候那么突然，你第一反应去维护她，我都懂的。谁说我不喜欢你的？我其实挺喜欢你的。好好好，我知道你喜欢我，可以了吧？还不是因为你抢走了魏少妇，谁让你救我的，还为我受了伤，你太坏了。好，都是我的错，都是我错了，可以吧？你要真想报答我呀，就帮我对付宫学那帮小坏蛋去。你是不知道，他们昨天泼了我一身狗血，还把我的手弄成这样了呢。啊，谁干的？还有谁啊？还不是你的好弟弟，那个皇帝啊。是谁给他们天大的胆子？我教训他们去！哎，师姐，我现在可明白你当初说的话了。原来教书育人，真的是这个世上最快乐的事。我看还是等太学入学考试弄完之后，
你再接着感动吧。要是没有让5个人过关，太后还是会把你流放到外面去的。师姐，你能别这么残酷的打击别人吗？我也不想啊。师傅说了，做人要实事求是，现实就是这么残酷啊。你说魏师兄在宫学里待了那么久，都没有几个人能考上太学，何况你只有1个月时间，那不是比登天还难吗？再难也要上。好，从现在开始，我要发愤图强，就算扔，我也要把那5个小子扔到龙门去。身体发肤，受之父母。不行，他们都这么认真，我得赶紧找到速成的法子才行。这天下做学问，从来就没有捷径。可是你之前不也教出好几个考上太学的学生吗？那是人家家学渊源，加上自己又勤奋。宫学里虽然有不少纨绔子弟，但还是有那么几个好学的好学生的。那总不会一点也找不到临时管用的方法吧？确实找不到。这太学入学选试是我朝最重要的考试之一，如果只靠一些时日临时突击的话便能考取，那也太小瞧我大汉的水准了。这太学入学选试向来由太常寺主持，首先要考抽题作答的设策，再考必答的测试，最后再由太学博士们抽题作答。可是你只有短短30天的时间，就算天神下凡，也不可能让这帮3天打鱼2天晒网的宫学子弟考入太学啊。那总不能什么都不管了吧？我可是和太后娘娘有约的，要是达不到她所说的目标，我就……这你就放心吧，我之前每个月都会把宫学的情况上奏给太后娘娘。宫学里那帮小子什么水准，她比你更清楚。你能让他们振作起来，积极向上，太后娘娘已经很满意了。就算到时候宫学考试通过不了5个人，想必她也不会将你翻脸流放。哎呀，我不是担心她将我流放，而是我要是做不到她让我做的事情，她就不会下旨让扶风的族长在族谱上写上我的名字了。这你就更不用担心了。你还不知道吧？这2天朝廷有底报，说你大哥打了胜仗，赶走了前来进犯的流寇，现在准备班师回朝了。真的？太好了！自然是真的。你大哥立下偌大的战功，朝廷向来体恤这样的将士。想来太后知道这些事情，当然不会为难你。就算是扶风那边的族长不认你，你大哥也未必不能向太后求来一道旨意。再说了，你迟早要改姓的，又何必那么在意自己的名字有没有在族谱上呢？怎么会不在意呢？只有写上我的名字，我才算是我爹正正经经的女儿。你为什么要改姓啊？你姑姑归明班昭，可现在还有谁那么叫她？不都是叫她曹大姑、曹夫人？这种事还早得很呢。早得很？哦，那你就是不想做这边的女主人了？好啊，我回头就去找霍恒说，他呀最喜欢做媒了。让他给我带几个娇滴滴的美娇娘回来。不许去！按我们草原的规矩，你既然已经跟我好了，除了我，你就不能再喜欢别的女人，要不然我会对你死缠烂打的。当然，阿轩姐除外。你心里要有我，也可以有她。不，她其实是先来的。我，哎呀。好了，别着急，我都明白。当年我让阿轩受了很多伤害，没有好好的保护他。但是，我不会让你再受伤害，我会好好保护你，不让你为其他杂事心烦。所以以后在宫学，只要像内学堂一样，管管他们的风纪就好了。教学的事情就交给梁博士，其他的就不要再管了。一切等我回去再说。以后做事情不要再莽莽撞撞的，一定要小心谨慎些。而且
不要去招惹皇上，他毕竟也是天下之主。还有，这样的伤，我不想再看到了。我会记得的。可是什么？没什么。只管他们的风气，一切交给他。可他就算回了公学，那些学生们还是通不过入学选试啊！哎，我该怎么做才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，让李仪一下子跃龙门呢？驾！兰芝啊，回到老家以后，你一定要真静贤淑。我已经写信给你伯父，让他尽快帮你安排一门婚事。这里离京城还有一段距离，所以大火和退婚之事，相信都不会有人知道。女儿不孝，让父亲担心了。阿峰，以后阿姐不在，你要替阿姐好好孝顺父亲。姐，你放心，我不会让你在老家待太久的。皇上是我的好朋友，有他出头，肯定把班叔那个贱人给……阿峰，我和班叔的事情，你不要管，更不能管。为什么？这件事说穿了，还是我咎由自取。这些年，我为了一个大将军夫人的名头，迷了心智，白白的为邓志这个无情之人误了青春，落到今天这般田地。其实，班叔自始至终也没有跟我抢过邓志。如今，他深受内学堂女生的拥戴，又得太后娘娘的信任，而我却负罪远走。孰强孰弱，一看便知。所以你一定要听阿姐的话，不要找她报仇。你听到了没有？老爷，那边有位班女妇派人过来说，她也想送送姑娘。你现在是不是觉得我特别可怜呢？我只是心里空落落的。其实，除了魏婴，你是我在宫里认识的第一个熟人。这么久了，我们俩真心假意的和好过，撕破脸皮的大吵过。可现在，你突然要走了，我心里真的觉得挺不适应的。感情，你是因为少了对手，才觉得空虚寂寞。对不住，你的好戏才刚开始，可我寇兰芝不想奉陪了。随你怎么说都好。总之，回了老家你得傲气点儿，得像公主回门那种感觉，高高在上的。千万别让那些亲戚小看了你。我之前回扶风认祖归宗的时候，就曾经吃过这样的亏。好多人就是只能锦上添花，不会雪中送炭的。谢了。不过你还是先担心你自己吧。太后娘娘下了死令，你1个月之后就要流放外地，到时候无论多远，我都会回来送你的。得了吧，说不定到时候你还没走回老家呢。再说了，我有魏婴陪着，就算流放千里，还能换个有情郎，也值了。真是不成体统，成天把情啊爱的挂在嘴边。少来了，你这个京城第一才女啊，就是太假了。我就不信你心里不想要个有情郎。想又怎样，不想又怎样，反正我已把邓志放到一边了。他那个人行事那么乖张，到时候跟魏婴抢起来，整个京城就不缺笑话看了。我才不喜欢呢。你看什么？我觉得呀，
比起你以前那种纹风不动的淑女模样，好像现在牙尖嘴利的你更可爱一些呢。跟你这种人说话就不能客气。其实啊，我早就想跟你说，人生在世不容易，你何必那么压抑自己的脾气呢？邓芝那么混蛋，要是你早一点跟他发一通脾气，要么退婚，要么逼着他改，也不至于像现在。得了，我就算今天落难了，也轮不到你来教训我。好，好，好，后女妇果然非同凡响，不管走到哪儿都是人中龙凤，女中豪杰。你干嘛这么看着我？我不是讽刺，我是真心的。其实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，你都要比我强得多。我只是运气一直比较好而已。谢你谬赞了。不过，你以后怎么样也和我没关系了。我只希望，看在我真心实意叫过你几声妹妹的份上，以后不要跟我弟弟计较。我就这么一个弟弟，虽然有些不懂事，可是整个寇家，只有他是真心实意为我着想的。我父亲为什么这么着急把我送回老家，还不是因为怕退婚的事情传出去，丢了寇家的脸。放心吧，我会好好照顾他的。